暑假已經嚟到尾聲，學生準備重返校園。除咗課業學習之外，隨住校園嘅人群聚集，亦都可能會增加感染傳染病嘅風險。喺開學之後，家長應該點樣為子女做好健康嘅準備，同埋應該點樣調整作息呢？喺今晚嘅健康與你，我哋請嚟家庭醫生為大家提供建議。開學在即，除咗整理書包同文具，家長亦要協助子女重新建立健康生活習慣。衛生當局表示，開學前最重要嘅係逐步恢復規律作息，尤其係要確保兒童有充足睡眠。5至12歲兒童每晚大約需要10至12小時睡眠，而電子屏幕可能影響入睡，因此建議睡前約2小時減少使用電子產品。除咗睡眠，均衡飲食亦同樣重要。Really, the only advice that I would give is to limit the sugary drinks and the caffeinated drinks. We are seeing an increase in energy drink use. So limiting pop, iced tea, and energy drinks in particular are really the only things I would say try to be mindful to avoid, but really it's just a balanced diet. 佢亦強調，屏幕時間本身並唔一定代表有害，真正需要注意嘅係使用時間、內容以及是否影響小朋友嘅生活。例如，如果長時間使用社交媒體或瀏覽一啲影響自我形象及心理健康嘅內容，又或者遇到網絡欺凌，都可能對兒童造成負面影響。而家長亦應提醒有食物敏感嘅兒童，唔好隨意分享或食用其他同學嘅食物，以免因唔清楚食物成分而引發過敏反應。最緊係父母以身作則。你如果自己成晚掛住睇手機，叫小朋友唔好睇，咁呢個冇可能嘅啫，係咪？咁就所以最好就係，如果而家近翻學啦，就早少少瞓，就係由1個星期前開始，每日提早一啲，同埋朝早起身嘅時候咧，帶佢出去行下，最好走近學校，等佢有翻啲歸屬感，或者係食個早餐啦，俾啲獎勵俾佢哋。醫生亦指出，大部分兒童已經按照接種計劃完成基本疫苗接種，對常見嘅傳染病都有一定保護。不過有啲傳染疾病，例如手足口病、腸胃炎、禽諾羅病毒等，仍然較難完全預防，因此家長要提醒小朋友保持個人衛生。但另一種就係咧，預防下咧有頭虱，因為咧到呢個時候咧就係開始天氣暖咧，咁若果係啲小朋友有頭虱嘅話咧，可能會傳染嘅。所以小朋友翻嚟嗰時檢查佢頭髮，睇有冇啲黐住個白點，因為好容易清除嘅啫。但係若果喺惹開咗咧，就麻煩一啲咯。好啦，今晚嘅健康與你就講到呢一度。